后来，就惊即个非洲的猪只会来入侵到台湾，立法院伫去年就三读通过了，禁止民众炸中国猪肉制品来入境。嘉义有一个乡亲伫个面册来铺文章，讲伊伫个网络顶买台湾的肉酥饼，但是煞来收到中国福建所做的猪肉饼。嘉义县的家畜疾病防治所讲，卖这个猪肉饼的业者透过网络的管道来假包裹，这恐惊会将做防疫的破空，已经向防检局来汇报，要把这个不法的路草甲断掉。检会肯伫机场一旦发现讲有人炸猪肉制品，会阵咧坐落来，另外一边机场人员嘛伫详细对站。含猪肉馅的福州鱼丸，就是为了要防止非洲猪只，台湾伫2018年11月30日，立法院就三读通过禁止民众炸中国等疫区的猪肉制品入境。不过最近有一位嘉义人伫面册顶面写讲，伊伫网络买强调用台湾猪肉出名肉酥饼，想要到收到却是中国寄来福建福音记食品公司的奇妙猪肉饼，包装顶面拢有简体字。这有订货的人想要退货，不过对方拢无回应，所以讲伫面册顶面写文章，揭发这个骗局。嘉义县家畜疾病防治所知影了后，就甲防检局汇报。防检局第一时间给予当事人联系，并完成销毁动作，现在正全力的追查当中。嘉义县家畜疾病防治所表示讲，若是民众拄到类似的情形，一定要随通报，来路不明物件，一定要全面的防止。